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在你家里或是在你记忆中，是不是也有一种声音，以前常常听到，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？你这个切入点很好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甚至没察觉到那种寂静是怎么发生的，直到有一天突然惊觉，哎，那个熟悉的声音好像不见了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的，就是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事。我们手上有篇李文焕先生的社论，标题就很震撼：当客庄快成为回忆，母语却已住进加护病房。加护病房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比喻下的极为精准，但也极为沉痛。他点出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健康问题，而是攸关生死的存亡之际了。这篇社论的起点是一篇关于全国客家日的街头采访，但文章本身，我觉得更像是一份针对客家语言生命力的集体见检报告。好，那我们的任务就是陪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份报告的诊断结果。我们来拆解它背后复杂的病因，也找找看文章里有没有开出什么药方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就从最直接的诊断书看起。母语住进加护病房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已经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了，得靠外部的呼吸器，像是学校教育啊、政府补助啊，来勉强维持心跳。文章描绘的景象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。你去市场里、公园里，甚至在家庭餐桌上，客家话正在以一代不如一代的速度在消失。会流利讲的是白发苍苍的长辈，中生代，也就是你我这个年纪的，很多人都陷入了听有说没有的尴尬断层。对，就是听得懂，但叫你讲就讲不出来了。然后到了下一代小朋友的阶段，那已经不是断层了，那几乎是另一个世界。客语对他们来说，可能跟外国话差不多。但这里文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，他说生活形态的转变跟语言的消亡是两回事。这个我就有点好奇了。对很多人来说，生活都现代化了，语言跟着现代化，甚至被取代，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吗？文章是怎么反驳这一点的？问得很好，这正是文章的核心论点之一。作者认为，火屋、房屋变成高楼大厦，传统的繁文缛节简化，这些是外在形式的改变，或许是文明演进的必然。但语言完全不同，语言是承载一个族群灵魂、思维方式跟文化记忆的脉络。我懂了，这就像我们不再穿古装，但我们依然是同一个文化的人。可是如果我们连语言都失去了，那就等于跟过去的灵魂切断了连接。完全正确。所以作者才说，当一种语言只能存在于课本里，存在于博物馆的展示柜里，而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动时，那它就像是靠着呼吸器在维生，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。它变成了一个被保存的标本，而不是一个活着的生命。哇，这个标本的比喻真的太贴切了。接下来，文章直接亮出了数据，而这一部分真的会让你捏把冷汗。数字是最不骗人的镜子，它直接照出病况有多严重。你听听看啊，客委会的调查显示，60岁以上的长辈将近80%，也就是78.9%能流利使用客语。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单看这个数字好像还行。但镜头一转，你猜猜18到39岁的青壮世代剩下多少？我猜大概腰斩吧。比腰斩还惨，直接掉到36.9%，连40%都不到。最可怕的是，13到18岁的青少年，也就是国高中生这个阶段，只剩下11.3%。11.3，哇！你可以把这个数据想象成一个陡峭的悬崖，而不是平缓的斜坡。每一代之间的落差都不是逐渐减少，而是断裂式的崩落。这个在语言学上是语言濒危最典型的警讯。11个百分比，这表示100个客家庄的国高中生里面，可能只有11个还能流利的用客语跟阿公阿婆聊天。这个画面光想就觉得太惊人了。
文章也为这个现象提出了一个关键名词。是的，就是这份诊断书上最关键的病因——失语中生代。失去语言的 generation， 指的就是大概30到50岁这一代的人。文章说，他们本该是语言传承最强的接力手，上有父母可以对话，下有子女可以传承，但他们自己却成了断点。他们就像一座断桥，河流的两岸还在，但中间最重要的连接点断了，文化之水自然就流不过去了。这就引出了下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这座桥究竟是怎么断掉的？对啊，这就让人想不通了。照理说，语言是自然而然传承下来的，怎么会在这一代硬生生断掉？是年轻人不想学吗？是客家话不够酷吗？哎，这里就是我觉得整篇文章最有趣也最让人心疼的地方。文章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阻碍可能不是外在环境，而是来自长辈心里的阴影。等一下，这听起来完全违反直觉。照理说，阿公阿婆、爷爷奶奶不正是最希望孙子能讲母语的人吗？怎么会是他们造成的阻碍？这个心理的阴影是怎么回事？好的，这就要连接到你我父母那一辈，甚至祖父母那一辈的成长经验了。文章指出，他们成长在讲国语运动最严厉的年代。那是一个在学校说方言会被挂上"我不说方言"的牌子，甚至会被罚钱、被羞辱的年代。这种长期的制度性压抑会造成一种很深刻的心理创伤。对，这种创伤在很多长辈的潜意识里种下了一个很可怕的想法：母语似乎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，会影响孩子前途，不该讲给孩子听的语言。它跟落后、不入流画上了等号。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矛盾的行为模式。没错，文章提到，很多阿公阿婆是出于对孙子孙女的疼爱与体贴，主动放弃用客语沟通，自动切换成他们可能不太流利的华语，因为他们打从心里认为，这样才是对孩子有帮助的语言，才能让孩子专心学好国语，未来在社会上才有竞争力。这就是文章提到的被扭曲的爱。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语言，本意是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未来。这是一种出于爱的退让。结果，这种慈祥的退让，却在无形中亲手把文化的根给切断了。这真的太讽刺了啦！所以，让客语陷入危机的，并非是孩子拒学，而是上一代已经习惯了主动让位。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。有时候，文化的流失并非来自外部的攻击，而是源于内部一种善意的自我消解。个人的善意最终导致了群体的失落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，很难去归咎于任何单一人。哇，听到这里真的觉得心情很沉重啊！这份诊断书把病因挖得这么深，那文章接下来有没有提出什么治疗方案呢？总该来点转机吧？当然有。如果只是诊断而没有药方，那文章就只剩下控诉了。所幸，文章的下半场就从危机转向了觉醒。他强调，语言的复振不能只靠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，最终还是要靠你我这些已经觉醒过来的客家子弟由下而上地去行动，把责任从上面拉回到了自己身上。文章还举了几个很温馨的例子，对吧？是的，这些例子就像在黑暗中点亮的烛光。比如有位阿婆，不管孙子听不听得懂，就坚持跟他讲客家话。结果孩子反而因为好奇，觉得阿婆讲的话很特别，像一种秘密语言，反而主动去问、去学。啊哈，这完全扭转了前面那种为你好，所以不跟你讲的逻辑。另外还有年轻一代的爸妈，他们自己可能就是失语中生代，但他们翻转了自己父母辈的观念，开始用社群媒体分享客语童谣，用客语绘本跟孩子互动，硬是把客语重新带回了客厅。这里的关键词就是使用，而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保存。文章强调，语言的生命力100%在于使用。这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博物馆古董车的比喻了。完全正确。你把它当成标本保存在教科书里，那是静态的。
唯有当客语重新出现在市场的吆喝声、厨房里的碎念、家庭的对话里，而不只是黑板上的符号时，它才算真正地活着。这也是让病人走出加护病房、拔掉呼吸器的唯一方法。而且文章还提醒我们，这种觉醒其实不是凭空出现的。他特别带我们回到1988年那场震撼整个台湾社会的还我母语大游行，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，那是台湾解严后第一场以语言权为主轴的社会运动。我看到这段的时候真的很有画面感。那是客家族群为了尊严，为了下一代不再因为说母语被羞辱、被罚款，第一次集体走上街头，展现出来的勇气。那是从几十年的沉默中重新点燃的火炬。而如果我们把1988年的街头跟今天的餐桌这两个时间点和场景连接起来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转变。作者认为，30多年前的街头奋斗是为了争取权利，争取在公共领域使用母语不受打压的权利。正是。但今天我们在家庭里的每一句对话，则是为了存续，为了他还能不能活下去。这种从公共权力斗争转向私人领域存续战争的模式，其实在很多全球的语言复兴运动中都能看到，像是英国的威尔斯语或纽西兰的毛利语。第一场仗是为了法律承认，但更漫长也更关键的战争是在家里打的。哇，你这个补充让整个格局都拉大了。所以说，斗争的场域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了餐桌。这不需要壮烈的口号，需要的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把嘴巴打开，跟家人说一句母语。行动的灵魂就体现在每一次微不足道的对话里。了解。所以我们跟着这篇文章走了一趟，从一份令人忧心的诊断书，一路追查到历史深处的病根，最后又看到了正在燃起的希望火花。从病危通知到治疗方案，文章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方向。他告诉我们，环境不足可以自己创造，意识薄弱可以重新拾起。而这件事其实不只是客家人的事，像我自己虽然不是客家人，但我也会想到，现在会流利讲台语，就是闽南语的小孩，好像也越来越少了。你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，这篇文章虽然聚焦在客语，但它照出的是台湾多数本土语言共同面临的困境。文章最后留下一个很沉重的画面，作者说，我们不希望在下一次街访中听到的不再是亲切的乡音，而只剩下老人家心底那一声声水垢实在还水垢了。这个水垢你可以帮听众解释一下吗？水垢是客语，意思就是更差了，更糟了。这是一句充满无奈、心痛，甚至带点绝望的感叹。作者用这句话作结，是一个非常沉痛的警钟，提醒我们，如果再不行动，这份诊断书的结果只会越来越糟。听了真的很难过，我们不希望这个预言成真。所以这篇文章虽然以客语为题，但它其实提出了一个更普世、更值得岛屿上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。它不只是一个族群的焦虑，而是整个台湾社会的文化课题。无论是使用者众多的闽南语，或是处于更濒危处境的许多原住民族语，其实都面临着类似的世代断层与流失焦虑。的确，你刚刚讲的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心有戚戚焉，很多人都感叹，小时候回乡下，阿公阿嬷都跟他们讲台语，但他们都用国语回，当时不觉得怎么样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其实就是断裂正在发生的瞬间。因此，这篇文章的结尾，它其实留下了一个没有写出来的问题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他在问，在你的生命中，是否也有一种声音，一种语言，曾经定义了你的家庭与记忆，却正在你我这一代慢慢变得极近？而那场最重要却还没开始的对话，又是什么呢？